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总会所定着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伫咱家己的教会内面，也有真丰盛的装备课程，所以邀请咱大家，就是伫装备课程内面，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互咱的生命会当继续在成长。相时也关心儿童主日学的囡仔，为着这囡仔来祈祷，也关心因、鼓励因，互因的生命也伫上帝的引带内面继续向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话来建造阮的生命，成做阮的帮站。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伫申命记是搁一届咧说明上帝伫西奈山所颁布上帝的诫命的内容吼。伫这时阵，以色列百姓都准备咧进入迦南地的阶段，所以摩西提醒百姓着爱记得上帝安怎带领因行过旷野的经过旷野，所以伊的百姓着爱记得伫心内，而且听伊、顺服伊，才会通得到享福。谁怎记牢上帝拯救、遵守上帝诫命遮尔重要呢？因为这会当帮助咱甲上帝有好的连结，建立有好的关系。那你谁怎甲上帝连结有好的关系遮尔重要？因为咱生活中的逐项的事件吼，也是虾米款的物件人吼，拢会吸引咱的目睭，直到互咱人离开上帝，失去了上帝所要赐予咱的祝福。对出来记，咱会当看见真侪即款的例吼，比如讲，当以色列百姓伊看见埃及的军队军我时，因的心惊吓，然后就埋怨讲：谁怎把阮带到旷野才送死吗？后来以色列百姓经过红海，伫旷野找无到水通好啉，就埋怨讲：阮通啉啥物？伫旷野内面找无食的物件，就埋怨讲：伫埃及时阵，阮至少有肉满鼎吼，有饼通啊食甲饱。但是伫遮带阮到旷野这个所在，要互阮伫遮枵死吗？伫遮会看起来是真困难的环境内面，上帝敢无甲以色列百姓同在吗？当然有啊吼！上帝施落拯救，将红海分开，保护了以色列百姓。上帝施落大拯救，将玛纳的苦水变做会当啉的水。上帝阁施落伊的权柄，赐落玛纳甲烟鹌会当互以色列百姓的巴肚会当食个饱。常常记得上帝拯救，帮助咱敬畏上帝，也互咱会记得定定仰望上帝。今日所读第2章，才有写着讲，爱一世人敬畏上帝，接受伊的诫命。谁怎圣经无写讲敬畏上帝？接受伊的诫命就好，谁怎就爱写出讲一世人吼，终身顺服。谁怎就爱写讲一世人敬畏上帝？因为咱的生命是活的吼，无亲像机器人，可以伫起初的设定好啊，机器人就会照着安尼来执行吼。咱的生命是活的，当咱的生命向前来行的时阵，面对着上时在变动的环境、变动的事件，啊，搁伫咱四围的挑战，咱的目睭真容易受到这外在环境的人事物来受到影响。有当时无注意，就失去了甲上帝的连结。所以咱爱时刻甲上帝相同行，时刻照着上帝的诫命来行。时刻来敬畏伊，就特别重要。通互咱一世人拢甲上帝相同行的时阵，伫伊的带领内面，会当搬过困难，
经验到上帝的丰盛。伫有一摆儿童主日学线上的礼拜的活动内面，牧师邀请这囡仔吼，邀请囡仔做伙来想，伊甲上帝的关系，亲像倒一张相片。礼拜了后，老师有传来一张囡仔的相片，伊讲伊甲上帝的关系亲像安尼，咱体会者，感觉伊甲上帝的关系是安怎？真好吼，真坚定，真坚固。你看是一个铁链安尼连起来。当牧师收到的时阵，真感动吼。除了这个囡仔表达伊的答案以外，伊所选的图片，毋是牧师原本所备办的。这就是表示讲，任何一个人伫达时刻，伊所明白的上帝，只是一部分尔。所以，上帝的丰富甲广阔，是值得咱一世人来追求伊，来渴慕伊，来明白伊。所以，咱会当甲别人做伙分享讲，一世人跟对主是欢喜的事，一世人跟对主是欢喜的事。你看，咱的囡仔会当透过这相片来分享吼，相信伊伫达时刻的生命内面，拢当经历到上帝的丰盛伫伊生命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经历内面，你会选倒一张相片来形容咱甲上帝的关系？有可能是陪伴的上帝，有可能是拯救的上帝，是赐快乐的上帝，教导的上帝。啊，阁有甲咱同爱靠的上帝吼，抑阁有真侪讲袂了。所以，当咱会当讲出哪来哪侪上帝形象的时阵，就表示咱伫达时刻无共款的处境内面，无论是好是歹，也是你无习惯的环境，你感觉真困扰、真亚神的环境里内面，咱拢渴慕伊，渴慕上帝。甲咱有关系，然后靠无上帝帮助我，带咱经过这个困难，所以咱就会当拿伫生活中的每一天内面遵守伊的诫命，来敬畏上帝。申命记第6章第5节讲到，爱专心专情，爱尽心尽性尽力听上帝，听耶和华你的上帝。咱会通伫马太福音22章37甲38节，卖当看见，伊耶稣有讲起即节圣经节。伫遮咱卖当看见耶稣认为诫命内面第一大的也是重要的，就是爱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上帝。所以尽心、尽性、尽力的意思是啥物？是用全部的心、全部的性命，阁全部的快乐来听上帝。当咱听见安尼的圣经节的时阵，毋知咱大家有啥物款的感受？这看起来敢若是伫要求的文字，但是却是上帝互咱一个会当甲伊连接的秘诀。那咱无用全部的听、全部的性命、全部的快乐来听伊的时阵，恐惊咱无说你着请别项的事来赢过听上帝。咱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若主讲上帝讲啊，我爱专心、全的性命、全部的快乐来听上帝，但是伫咱看会到的周围环境人事物，咱看会到是周围的人事物，所以当咱无抓了上帝互咱秘诀，专心专意、专力来听上帝的时阵，咱可能咱目睭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听边仔的人事物来赢过听上帝，就失去了甲上帝相隔行，然后失去了上帝所要赐予咱的福气。所以这个诫命看起来是一个要求。但是其实毋是咱所认为要求，是上帝互咱一个真好的方法，会当掠掉军队伊的方法甲秘诀，就伫遮。所以敬畏上帝、遵守上帝诫命，除了第2节圣经有讲，是伊的百姓爱持守的。
搁较是伊会行行顺顺所爱持守的。所以伊吩咐伊的百姓爱温困教导伊的囡仔。温困即个字伫原文有互伊真来吼，也是磨刀啊，迄磨，啊，搁一字就是深刻的。那亲像是讲一个工区，伊若常常会当维持真好的状态，当伊蹲去的时阵，咱就甲磨互来吼，互伊保持伫上好的状态。那你即个工区在工作的时阵，伊就会真好的效果，然后嘛有会当真确实达到目标。但是咱来想，即个温困啊，用伫人的顶面，啥物叫做深刻的意思咧？对伫人来讲，一个囡仔若伊学到的智慧、才目、才能，若会当好好记牢伫心内，然后甲伊行出来吼，哇！即个囡仔一定是，一定是会当活出一个真好的款式来啊！捌有一个囡仔，伊伫开学头一工返到厝的时阵，伊发觉伊无早课本，就无法度写回家功课吼。啊，伊妈妈就只好拜托老师讲：“老师，你帮我翕相，看要写啥物，啊传来，我再甲互囡仔来写呢。”所以暗时咧收册包的时阵，妈妈就提醒囡仔讲：“啊，放学爱去看一下，有检查啥物无安尼。”伊第二天吼，囡仔放学转来啊，有早课本，但是无早谱啊，哇，惨要安怎写吼？即个妈妈就想着讲啊，就叫囡仔写伫白纸，去学校再甲搭伫谱仔顶悬。但是妈妈问讲：“囡仔，啊你今日等有整理册包无？”吼，囡仔讲有啊，有啊，嘛是无查着吼。即个妈妈真无奈，想讲啊，要安怎？今昨昏无查课本，今日无查谱仔，连工毋知佫无查啥吼。伊就找着厝里有一个真古水的草莓卡片，伊伫卡片背后写讲会记你整理册包，然后甲这卡片放伫册包顶悬吼。伊仰望即个囡仔，当伊咧排册包，看到册包的时阵，看到即张卡片的时阵，伊就会提醒家己讲爱整理册包。就安尼过了一阵时间。有一天，囡仔甲妈妈讲：“妈妈，这卡片锁啊断去啊！”妈妈讲：“无要紧，毋免阁绑啊，因为你安那，你会记哩啊。”有可能过一阵仔时间，嘛开始阁袂记早啥，袂记早啥，所以爸母就爱安怎？爱阁温困吼，阁尽量阁一摆，阁一摆，互伊深刻会记得伊爱做的代志。这个咧是一个真简单的咧，忘记袂记早物件吼。伫咱的细汉囝的成长过程中，相信豆豆仔内有真侪伊所爱做的挑战的事，也有可能伊会做毋到代志。吼，比如讲，渐渐大汉，伊可能为着逐种的原因，所以无说你讲了谎话吼。伊可能无说你，伊看。伊一个足爱物件，但是伊毋是伊的，可以就顺手牵羊。等等可能有一寡的状况会发生，所以咱诚做家长的，咱就爱一届，互伊深刻的知影，伊所爱行应该是安怎。伫囡仔成长过程中，相信爸爸妈妈看到囡仔的成长，会当主动做好代志，互人袂烦恼。有好的内在到外在表现，拢会感觉真安慰吼。所以咱就爱拍拼温困，去做囡仔的信用的性命，因为这会当帮助因诚做学习逐项的基础，以及动力。咱回想一个囡仔出世是伫什么环境？伫厝里。所以，囡仔伫厝里，甲爸母，也是甲厝里人做伙经历着上帝，是一个真重要的基础。那咧，咱想看觅伫即个环境内面，咱会当参加囡仔吼，做伙做啥物
代志来培养因甲上帝的关系。牧师才有分享3点，头一点就是带领囡仔来听上帝的话，还是读圣经。第2项就是带囡仔伫生活中来经历看见上帝的恩典。第3项就是带囡仔用祈祷来到上帝的面前。相信这3项，可能大部分的还是什么大家拢知影，是讲牧师无介绍什么特别的秘方吼，还是特别的什么秘诀，那会讲这3点这阮拢知影吼。但是这3点真正是真侪家长在带囡仔的时阵，真正是真重要的基础吼，也就是咱带囡仔定根伫上帝信用生命里面真重要的3点，会当做的工课吼。比如讲，当囡仔伫婴仔的时阵，也是幼婴仔的时阵吼，咱会当选一首圣诗，伫陪伊困的时阵唱互伊听，还是当伊咧醒起来伫佚佗的时阵嘛唱互伊听，互伊生命一开始有一首圣诗陪伴伊吼，透过诗歌来明白敬拜敬畏上帝。咱若发觉讲唱一阵嘛了后，你会感觉迄囡仔啦。嘻嘻哈哈，会对着这他发出的声音，会想要对着迄信息的 tempo 咧唱。渐渐伊开始讲话，伊真正会得咧唱哦。然了后，伊当唱完全首的歌，然后这首信息会成做伊逐工的帮衬。比如讲，伊真困较袂起时阵，伊当唱这首信息，唱咧唱咧唱，又经历了上帝的安稳。上帝陪伴伊，带伊真好路面，甚至是逐时刻的每一个时期，伊后盖生活中真重要的帮衬。然后伫生活中，咱会当用一点点仔时间，抱着囡仔的时阵，就甲伊讲今日感谢上帝的事，然后做伙献上感恩的祈祷，为着囡仔的成长来祈祷。当囡仔较大汉一岁仔，伊会当看一寡相片、看一寡字的时阵，咱会当读圣经故事互伊听吼。伫囡仔会当有一寡语言的表达的时阵，父母嘛会当甲伊轮流来讲一件感谢上帝的事，然后带囡仔做伙祈祷感谢上帝，也为囡仔祈祝福。捌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家长，当伊咧困进前，拢会甲囡仔来讲一件感恩的事。这位家长分享讲，当伊听到囡仔开始讲的内容吼，拢是感恩上帝，互我今日会当佚佗；感恩上帝，互我会当有饼通好食，拢是即种较物质的内容。到尾啊，转变做伊感谢上帝，受诉互伊爸爸妈妈，受诉互伊老师，还佫受诉伊有好同学，甚至伊尾啊会分享讲，感谢上帝。有耶稣保护我，互我心内袂惊。转变到即种内心，佫有人际互动的内容的时阵，这位妈妈讲，伊就感动的。有时阵妈妈伤忝，无要带囡仔分享的时阵，囡仔嘛提醒妈妈讲，伊今日无讲感恩的事。有妈妈是正妈妈嘛真忝，捌有一摆妈妈忝到吼，伊讲。咱做伙困啊，莫阁讲话啊！就甲囡仔讲，你家己祈祷就好啊。妈妈尾啊用目睭吼边仔小甲瞄者，看伊咧创啥吼。结果伊家己手合咧，家己咧祈祷。相信即个囡仔伫厝里，伊会当家己祈祷；伫外口拄着困难，无妈妈伫咧时阵，伊家己嘛会向上帝来祈祷。按照上帝的教示来行。第5个疫情爆发的开始吼，真侪父母甲囡仔做伙的时间足多吼。甲儿童主日学的家长交谈的过程当中，听见真侪父母伫生活内面甲信仰真侪连接的真好的见证吼。牧师伫遮嘛甲大家来分享。当疫情开始严重的时阵，真侪囡仔吼主动甲爸爸妈妈真迫切为着疫情来祈祷，望疫情会当紧紧稳落来。
当新闻咧报道讲立陶宛即个国家捐疫苗予台湾的时阵，妈妈就带这囡仔来看地图啊，看讲立陶宛伫倒，因为互囡仔问讲，妈妈立陶宛是啥物国家伫倒吼，所以就做伙咧敲吹，然后囡仔嘛主动咧看台湾伫倒，对安尼囡仔就学了上帝奇妙的创造。嘛，因为疫情，妈妈无法度参加外地处理亲情长辈个别式，所以就甲妈妈做伙来为着亲族来祈祷。亲爱兄弟姊妹，咱当行伫上帝所吩咐的教示，就是温群教示咱的囡仔来敬畏上帝，来遵守伊的话。今日所读圣经节第7节讲到，无论伫厝里，还是行伫路里，休困的时、工作的时，拢爱不断来讲起即个诫命吼。意思是啥物？就是咱人规工所有的行动，拢会当讲起诫命。咱想看觅伫咱每一工的生活内面，咱是毋是会当真自然伫逐工生活内面，就随时甲上帝讲话？无论你咧做啥物大项代志、细项代志，是拄到啥物困难，还是你真欢喜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伫生活中随时真自然地甲上帝来讲话？当咱甲上帝讲话、甲伊谈论的时阵，当咱拄到困难的时阵、甲伊讲话的时阵，相信当你甲伊开喙讲话，伊就会将伊所想事，互咱的智慧方法，互咱会当伫困难当中会当搬过困难，经验着上帝的带领。伫第8节甲第9节讲，就爱甲诫命绑伫手里，挂伫两蕊目睭的中央，写伫厝里的门槛甲大门顶。这是当时犹太人因将圣的经文放伫一个细细的皮包啊互伊当挂伫额头顶嘛当绑伫手里，而且因阁甲经文放伫一个细盒啊。钉伫门槛顶悬，意思是讲爱定定记伫上帝的诫命啊，是定定记伫上帝的律法。所以当囡仔咱大的时阵，伫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项代志，拢是会当带领囡仔连接上帝、思想上帝的机会啊。所以每一工拢有真侪真好的机会来建立囡仔的信仰，建立因定定仰望上帝、敬畏上帝，甲遵守上帝的诫命。这看起来敢若是做伫囡仔身上的代志，但是当也落实伫咱家己的生活中的时阵，你嘛会看见你嘛会发现家己在成长的欢喜啊当咱囡仔伫幼儿室牧师的宣告内容内面，有捌讲起讲，今仔日这幼儿的父母乡亲甲会众亲自做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因领受坚信礼。虽讲伫咱的身边，也是伫教会内面，可能有一寡囡仔也无幼儿室。但是伫上帝大家庭内面，咱拢有份也有责任，做伙来建造囡仔的信仰生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比囡仔较侪经历着上帝的帮助、甲拯救、甲丰盛的生命。要请咱伫逐款的机会内面，当咱甲囡仔咧互动的时，咱关心因，关心因的生活，听因分享。也分享咱的信仰经验，互因会当彼此鼓励，互因行伫上帝的道路顶，去掉上帝，无离开上帝，互咱的囡仔嘛当领受遮尔大丰盛的生命，遮尔大的福气。咱同心来祈祷。听完主上帝，阮多谢你。多谢你遮尔疼阮，主你也真喜爱阮，时时刻刻甲主你来三千军。无论是看圣经，无论对你来唱诗歌敬拜你，啊，甚至是阮伫生活中的
大细项的代志，拢甲你讲，主啊，你真爱阮来亲近你。主，阮多谢你，当阮亲近你的时阵，主，阮就对你来得到真大的帮助、指示，也阁有互阮真大的智慧，通来面对生活中的代志。主，阮多谢你，你听阮，你也爱阮一世人拢跟对你。主，阮多谢你，阮要来一世人敬畏你，一世人无离开你，一世人行伫你的道路上。多谢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